思心思念，期望送分你的小暖。参赛者，哦，这个唱这种感觉是不是很老派，对不对？啊，爱唱了山歌啊，上音有编吗？编是某嘛个编呐，可能神扯有编的嘛。山歌了，能拉痛啊，心无开哟，多种我的心酸，闹热大擂台，闹热中下啊，你也先讲过有啲故事啊，哈，係啊。古习是而家方言我看過去啊，像 CV 沉水朋友，感覺安尼節目有哈，像西山原來比賽啲厉呢。害的思维就可以了。哦，你也對了，哇，這四哇，怎位么只有4位而已啊？不是啊，啊，怎么那么少人啊這？個命運怎麼這樣安排？要西沙全部安排唱，結果排強哈，对啊，愛都要強下 PK 了。哦，不行呐，这哇个谁那个都不行呐。誰走我們都捨不得嘞，我对啊，唔攀得呢，攀的。怎麼辦呢？上個禮拜這位老師講的，是遇強則強嘛。哦，我們今天魔王 PK 賽，對不對？魔王算什麼東西，對不對？啊，我們就把它 PK 掉。啊，魔王吃東西啊，魔王很厲害，魔王。我还以为我找错人了。哎呀，好了，接下來進行比賽了。好，接受比賽現場。起司飛現場，起司飛現場，總飛現場，有聲嘅現場。節目前面有請一位小朋友的，哈，獎金挑戰賽嗎？穿一下獎金嘛的，哈，所以他們過關嘛嘞。王子婷帶的你頭髮，講講嘅你頭髮，你頭髮，嘿，來彈歌啦哦。春天一头发，一头发，一点刺行长，藤芽老三番。叶天空一头发，一头发，都是牵牛发，爸爸爸爸。啦啦啦啦，秋天该一头发，强强讲故事不爱他。沙啦啦啦啦，蓝天该一头发，强强唱歌，藤芽转不开。啦啦啦啦啦，秋天该一头发，强强讲故事不爱他。沙啦啦啦啦，蓝天该一头发，强强唱歌，藤芽转不开。哎，請問這位小姐，你冇講客嘛？嚟用客話同大家問候下問候下嚟。大家好，我是王思婷。王思婷，唐公校長說他有大將之風，喲，所以呢，是嗎？記住的學校哈，有選那個小小市長，
小市长，哎，小市长要做什么？就是打扫环境啊，帮老师改作业。对啊，写指挥交通啊，那怎么听起来怪怪的？小市长要干嘛？帮老师出公差，出公差，什么要出什么公差？例如送文件，带小孩或送买菜。文件小秘书啦，要送文件。对。你就已经选到小市长了，还帮老师做这个，其他同学不行吗？可以大家一起帮忙。那你就是命令人家，可以吗？可以吼。对，现在选小市长，以后我跟你讲，搞莫真的就是县台市长，大市长。对，来，安尼今日从用吧，那唐先生来公平啊。像这位老师。好，来。当当演唱那首歌叫《你头发》，实体唱起来哈，配上大白唱的时间就很像小顽童啦，然后小朋友的感觉啦，很活泼。实体唱起来哈，它有那种小女生的娇羞，它好像骑的是淑女车，就是慢慢的，然后车篮上面有花。佢唱歌就不管给他赏鲜也好，不管给他演也好，看起来就懂有 hit， 然后让我们听到不一样的日头花，就觉得就算怎么热，我们都会觉得很清凉。谢谢你。跟上个礼拜跟杨明伟唱那个日头花。其他某空用哦。他是骑什么车？他骑的是那个变速车，越野变速单车。你的越野变速很厉害，我们台湾的那个越野车都是世界冠军呢，开玩笑。那个好热哦。他没有，他会包很紧哈。要蒙面。好啊，想要考我是不是？评审不也没请才出丑尾斗。所以你换到还是换回来那个位置。开玩笑。因为叶老师不在，我只好这样子。好了，我要来弄实挺告。我觉得你的气质很棒，然后在舞台上其实尽量放开，然后能够表现自己。我觉得你会是很棒的明日之星，加油！什么来表演？好，谢谢。安尼这个看球判拿到奖金哦，来。现在看王思婷的分数。97分，我们是要96分才有呢。怎么办？真的啊！而且你是有史以来奖金挑战赛没有拿到的。对啊，第一位。那回学校怎么办？对啊，学校知道你来这边吗？不知道哦，那尽量不要让学校知道哈。对啊。这样可能小市长的位置不保。对啊，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人有时候会有这个起起落落，对。虽然选到小市长，但是这个奖金没有拿到，也不要气馁，反正3年后你要来比赛嘛，对不对？对，再一次拿回来，总冠军，好不好？而且那个时候3年后还可以多领一个便当。对，好，那谢谢你，好，请回座休息。没有啦，他骗你的啦。我跟你说，你不要相信他们2个，其实我们真的要过关是95分。哎呀，90啦，90。他会觉得我们闹了打一台怎么会多疯子，他不敢来。好，来，打到来颁发奖金来。这块真的很重。好，恭喜你，其实很棒，真的很棒。你下次来大方一点，活泼一点，加油哈！好，3000块啊，给我收起来。还要再闹我他不敢来了。谢谢你啊，思婷。魔王 PK 赛比赛规则：大概由1名魔王出枪献出2位选手进行 PK， 分数最大也希望达到88分的人强势淘汰。黑公评分就由评审先生开飞困难一样哦。目前呀，CV 参赛朋友讲真的，全部都懂厉害啊，都是安尼，也几个精英呐。哎呀，那种 PK 的讲真的蛮舍不得的。对啊。好吧，希望你们4位加油，好不好？把魔王 PK 掉。好，有枪多为魔王。TVB 青理会。对。他曾经参加老年大擂台青少年组20关的关组。哦，然后也发行过
h o l o g o 国语歌哈嘎狗的准席，然后也入围过金曲奖，在22届的时候。哎呦，入围过啊！对，哎呦不差。但是这都不重要，以上的都不重要。对，接下来才重要。哦，他今天当魔王是冲着你来的。我干嘛冲我来的？对不对？我好好的。讲伊今天安尼客家主持家的那个当红炸子鸡，你知道吗？他是你未来罗时丰的接班人，所以他今天要来跟你 PK 的。哎呦，对，真的。你今天带了马个狗？冲着我来。他带了谁慢讲？太老了，不行，PK 掉了。哇，那个扛着有这底下慢你嘛哈？哎，那还要一鸣惊人吗？还是惊一下好了，我不知道他会变成怎样。哦，真的哈，来，一鸣惊人一下来。思心思念，期望送本年到小暖，千言万语，双双记记，不知写几代心的寂寞来去。这个参赛者，哦，这个唱这种感觉是不是很老派，对不对？对呀，是啊，不可以这样欺负我们的炸子鸡。炸子鸡，对，我们客家界的新星，未来的明日之星，好不好？未来的大将，好，欢迎的魔王出场。哎呀，大家好，是客家小王子吴永平，今日当分喜，正来到闹热大擂台来聊片 PK 吼。大家唔是紧张啊，因为我老大家讲，像我一样啊，给你60次，手给片，慢慢来对，加油哦！我也是看，用情同老比，大家来小比。也係鬧嘢大擂台啊！好啊，鬧嘢大擂台，咩強情同老 V 啊哈！老哥，乜嘅意思啊？鬧嘢大大節目啊哈！老哥承讓了，承讓。我沒有讓你啊！你怎麼氣勢變那麼弱了？炸子雞沒有錯的啊，做個風丟丟到，你沒有你咧給冇跳來。係啊，這個人都是會成長嘛，都會進步。你看，永斌從那個節目，加嗰種只15歲子弟，對15歲，羅哥寬多胎，寬多胎，哦，對，沒想到，這個脫穎而出以後，過沒幾年，個中視給他們個節目啊，星光大道，哦，電棒燙，對不對？電棒燙，就是你那時候電棒燙綽號啦，電棒燙小王子，啊，你怎麼那麼荒唐？那個誰，陶晶瑩多喜歡吶，好喜歡吶，讓他變做客家小王子。要取代羅時豐大哥的位置，鬧熱大擂台就會3 V 來主持啦，吼，那用較好。唔是，等下搶本封，等下搶本封門。哎呦，唔等下唔好借我。哎呦，基本上喺草馬街講。旁邊嗰小康老師坐公啊。真唔得。對。他跟你搶情呢。鬧熱大擂台望你草馬街用，係冇？介紹啦，快介紹我的時間。好啦，那個節目已經從8月5號開始首播了。哦，已經播出了，收視率很好。那播出時間係乜個時間？來，好好介紹。播出的時間是在每個禮拜天，每個禮拜天的晚上5點半到6點。哦，每個禮拜天的5點半到6點。冇錯。大家吼，真的要多多支持一新的節目，因為一節目講真的，迄陣咱咧所有鄉親朋友，大家同樂嘅一個節目啦。當好啊，啊伴鄉親朋友，大家發展嘅發揮嘅創意。就是不要設限說俺唔曉得衝國位應用版，其實你有任何的才藝、任何的才華，你會跳舞啊，你會吞火箭啊，還是你要翻滾啊，都可以。18般武藝，都可以。哇，厲害！你敢秀，我們就敢。接受這個挑戰，節目又可以發現很多我們客家有才能的人，就都哇，懂好。好了，來抽籤。你今天不是來宣傳的嗎？我可以去領錢了哈。可以。還忙，還沒。等一下整場來給你主持。我中國呀，我主持哦。PK 的，我做魔王做的，等下幾場要我主持，你等下幾點？
哦，哎，哎呦，俺做了对两钱了，两钱他懂哦。我这个很屌，这个很屌。好啦，开玩笑。大家纯土主会比风对，来出一下，抽一位吗？两 V 啊，两 V 哦。嘿啦，慢点 TV 慢点，念出来。 TV 给彭思云。哎呦，彭思源主动你，我要同佢衝，我要同佢衝。TV 係乜 IV 咧？誒，一集。那 V 咧，好嚟，哎呦，慢點。哦，哇，一年里。哎呦，越野車小公主。來，越野車小公主來，歡迎，兩 V 嚟都不得當中的。好。好。呀，剛剛有這個發生過了嘛？哈，發生過什麼？一鳴驚人過了啊，發生過的啦，啊，有談到他唱的部分嘛，啊，所以不會擔心還是害怕，有你們兩個不會啊，還是會啊，你的唱法跟永斌的差不多哦。係啊，就會老派有一些咯。但是有時候當主持人過後，歌唱部分會退步。唔講你係冇？我說吳宗憲。好啦，開玩笑。高音會上不去。好了，啊，就他現在唱歌他現在已經多元在經營了哈，分給歌唱的部分有退步嘛，好嘛？唐坤認真，唐坤老師。好，認真唱。好，思權帶個麥講。係叫咩帶？啲唔錯嘅先。啊？誒？啊，條下唱藝術歌曲。阿邊講？其實誒哈。難怪人家在交頭接耳，安妮咧。半夜講嘅歌。哦，半夜講嘅講。半夜講。哦，係用海陸唱係啊。係好睇，安妮咧。根本伊我唱嘅有自信。哦，有自信。有自信。來，彈過啦。有自樂。正式來的時候強多了。我剛剛想過，哇，一鳴驚人唱到來，那個剛剛那個淚光閃閃，唱得比他還差哎。千
找定爱结束，你嘅生活都很润，可是一种引人不人嘅道理的，打开心门为你一种伤，你伤嘅画面你都你系个世界。虽然暗用你嘅种模式看得爱，每天你的无样下归呀，无嘛该暗用天天唱微笑。虽然暗用你嘅种模式看得爱，每天你的无样下归呀。讲你你莫来拜访嘅你嘅想你个都走得嚟。想起故乡的姑娘，也让人情记心间。春来打拼几十年，梦中故乡不知乡，梦中故乡不知乡。心中的心酸，心中的痛苦，只有一个答案，只有一个答案。想起故乡的姑娘，也让恩情记心间。出来打拼几十年，梦中故乡不知乡，梦中故乡。不知乡，又知道，又知道，你的心酸，又爱恨，又爱伤，又知道，又知道。心中的心酸，心中的痛苦，只有一个答案，只有一个答案。哎呀，好深情啊！谢谢啊，对对对，哎呦，你看对不对？对对对一鸣惊人比较弱，对不对？哎呀，正式来的时候强多了。啊，刚刚说过哇，一鸣惊人冲到来，那个刚刚那个泪光闪闪，唱的比他还差嘞。对，哎呦，没想到啊，哎，没有退步，还是厉害。因为他才刚主持嘛。对啊。
哎，对，主持久了你就要小心了啊！真的，好像有在提醒我的感觉。向罗哥学习。不，这种不好的不要学。对，来，有这样的许世慧老师。OK， 我们先从替的从来好世军。世军今日表现哈，因为亚叔哥进出的心哈，太多语言在发挥了。哈，今日用那客家话来唱亚叔哥，其实平常时啊，亚叔哥已经喺那闹热大擂台，也是算是國歌哈。所以今日我次都唔似架用唔似架馮世軍嘅方式來唱哈。大家要偷偷看一下，唱到後來，暗定係做乜解哈？感覺啦，人家問我在哭，是我在哭嗎？結果是你在哭。丁雅在狗上糖的村，你一直在收那個心，哈，一直在收，你很怕放得太快，講會失常，所以老師其實感動的心是在這裡。我可以講，這是一個非常完美的表現，好，這很兩極哦，好，有人眼可能會感覺到。這樣的表現好像少了張力。不過呢，在這裡面我們看到的是真情，所以我覺得我們一致肯定這個表現法。好，雖然差一點失常了，但是我覺得你還是最後把它壓下來了。好，我很喜歡你最後的收音。好，咱個呢就係認為你很難定一笑哦。從亞叔哥去本嘢講起講吼，其實亞軍亞叔哥啊，通東道邊呢，哈，佢從亞叔哥嘅歌詞嘅意思啊都，其實我大概可以了解。不過呢，你用你自己人為的方法，也雙來講，你們兩個很可愛。所以選那個位呢，就自己選到的歌，會用自己的方法表達。不過亞叔國外這個要讓你講哈，你剛剛太開心了。你剛剛跟這個歌曲的情緒是有一點背離的。好，我沒有說不好啊，冇講唔好。不過呢，有陣時可能對歌詞嘅部分的意境，你可能要變落去張會較好。好，因為你唱嘅看電影嘅機啊，你就會硬衝上去。其實嗰隻詩就得留給來下來，稍一點帶點虛，可是你會衝上去。好，這是衝上去。所以我希望講在這上頭的表現啦，哈。永斌很好，很好，唱得很好啊。其實展翼老師的歌有陣時不太好表現。好，那你又這麼年輕。要唱長輩的歌真的很不好拉那個情緒，有陣時可能表現的時間，年紀的關係可能感覺不出長輩要寫的那個心。可是我發現你抓得絲絲入扣，好抓得絲絲入扣，我好喜歡你唱展翼老師這首歌，好，而且層次全部做得非常的漂亮，好，層次做得非常的漂亮，而且兩個表情全部一層的標哈，所以。完全都掌控在你的聲音上，你沒有因為主持某一 V 都主持而退步，反而更精準了。對。OK， 剛主持而已啦。剛主持而已哈。不會進步啦。馬上就偷去了。不會進步啦，不會進步，一定不會進步哈。好，安子 C， 安子 C。再請到劉蛤蟆老師。其實今天3位表現都不錯。那我世軍就是比較可惜一點，剛剛世慧老師講了，你今天收太多了，就是你要賞現在高頻的部分啊，事實上你才出個2、3分力氣而已，你收太多了。而在深陷在後部的時候，事實上我們剛剛永斌剛剛前面唱的那個比較開放一點的這個列書各位才比較表情會比較好一點。你今天才用到5、6分的實力在表現這一首歌，表示你太小心了。太小心了哦，那個仁偉哈，今天就很可惜，我覺得就是說你那個主題跟那個世慧老師講的一樣，你唱給主題冇用，這人家是很悲傷，你把它唱得很高興，所以對這個歌曲的內容上面會不太對，但是好嘎在你就是那個在咬字各方面還其實你有保持你一定的這個活潑，好那個現場臨場反應，其實都是分加分動多。好，安子 C。永斌這個讓我刮目相看，
因为的客家歌要做层次的无简单，对，无简单，真的，而且你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韵哦，你要经验的你这个好多国这个磨练的部分，还有冠语歌，我也听过你唱一些国语的歌曲的表现哦，其实都有灌入了给密冲了有子心那部分，但有一点就是我要做一个小小的建议哦，刚刚因为你已经是主流的一个国术嘛哈，唱腔上面可能要做一些年轻的调整，要不然压那么厚重的一个实音的哈，那部分可能会年轻人会比较没有那么能够接受。其实这个可以回家哦，慢慢。所以调部分再调整一下吧，我觉得你的声线会更强，会更年轻，更有魅力，更年轻。要不然很可惜，看一个年轻的脸再唱一个，出来是一个老派的一个感觉，对。我觉得三位表现都很可惜，都很好。但是完美，对。来看一下本书，好吗？来，先来看彭思卷的本书。是这样。哇，55分呢。没问题啦。压你的本书。自己知道哈。本书没办法，就是哈，暂时淘汰。好。那永斌还要看吗？还能要看啊？永斌的本书。看本书。谢谢老师。哎呦，现在用礼拜一了，目前请5分那个魔王呢，请多出97分的啦。对啊，98哎。98分哇！谢谢。Oh my god！ 沈梦平真已经是站在我旁边主持的关系。哎，有可能。真的，因为当主持，所以有这个分数很不错。好了，恭喜你了，恭喜！那人会暂时淘汰，好不好？好。永斌，谢谢你。好，谢谢。好，谢谢啊，3位回座休息。谢谢。今天非常的可惜，输给了魔王。不过在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像是他们每个音的处理都非常的细腻哦。这是我未来努力的目标，希望大家分爱加油。一起主持，好了，沙哈雷不介绍了。来，给你。沙哈雷，厉害嘞！他有得过入围29届最佳客语专辑奖，金曲奖啊，以及最佳客语歌手奖。跟我同一届入围29届金曲奖。对，他是客语，而且他有多一项客语专辑，2项大奖哦，还有网络选秀大赛的冠军网络选秀哈，当红炸子鸡，还有客家原创音乐大师奖甄选。荣获冠军。那就宽多给看着念会比较不清楚。那你背起来，好，背起来，好来。他荣获电视节目的网络票选冠军。好，然后呢？以及得到了，最那个流行客语原创大声响的甄选，荣获了冠军以及最佳表演。好，那现在怎么办？现在加价的分呀。忙。先让他。先不去出声呀。就像加有嘛。先来谈看啦，加个应名惊人。对，好来，魔王请出声。谁袂安将？谁袂安将？坦白嘅讲情话，张开嘴甜的嘅表达。俺要条歌用比鬼短啊！好好听哦，我好喜欢哦。董后堂呢？你喜欢？你们喜不喜欢这种谁不安讲？真的吗？真的。你喜欢这个版本哦？你不喜欢的谁袂安将？谁袂安？那个过年特别节目再拿出来。对，还是中元节的时候再拿出来。是哦。对。听起来他这好像也比较有质感一点。你也喜欢对不对？不如咱们就改这个吧。好。欢迎魔王出场。我自己是 DJ 哈，其实你做的讲给客家版的林俊杰，这是我们 DJ 给他的封号。欢迎魔王出场。
家好。大家好，我是小咖喱。今本运动欢喜来到猫捏大擂台来担任 PK 魔王。那今天请大家就是拿出你们最坚强的实力，那我也会带来最完美的演出，就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加油！送2位主持人我的专辑，去年发行的《C 梦江2017》。哇，就是这个入围的，对不对？对，这个入围金曲奖的专辑。哇，好可他也爱是主持人哟。之一。对啊，你不知道我那们老师现访问一下，在捞捏大擂台已经改成3位主持哦，人。是。所以你没有多准备，对不对？啊，没有，我可以再去拿了。没关系啊，你今天就跟他回去就好了，不用那么急。对，给你，我做唔得啦，做唔得啦，你输你啊！哦，我留的。哎呀，来来，你看这张专辑，访问一下，真的访问一下29届，这张专辑是入围最佳客语专辑奖是，没错。哦，最佳客语专辑奖以及最佳客语歌手奖，不简单呢，不简单，真给呢。这我们也曾经入围过了哈，一定的。但是这个真的是这个千百万人当中要选出几个人，这个冇简单的一件事情。哦，那种专辑很多 C 梦奖，我以为你要说这跟我本人不太像，是真的不太像。他本人有点像阿杜，本人比较像啊，不是这个比较像阿杜，对。啊，阿杜哦，有人说像金城武了。有一点呢。神韵啊，神韵。啊，不过两个专辑，为什么只有6首歌曲可以算？6首歌，6首就可以报金曲了。真给你啊！不要浪费那么多钱。没有啦，是因为时间比较不够，对不对？因为我写歌比较慢了。哦，自己写的这张专辑全部的概念就是我跟我的制作人一起写的。对，我想看一下制作人。哦，制作人在哪里？他叫萧恒嘉，也是在做国语专辑。看那么呢哦，你知道吗？因为香港用 C 梦安讲这4个字做一个传奇的一个抬头。传承了这个罗时丰老师的 C 梦安讲，因为我从小其实我觉得最有印象的一首客家歌就是 C 梦安讲这个开头了，对不对？就是他，我觉得非常洗脑，而且非常成功。但是这首歌的那个和音部分，我来叫一下小姐，怎么改？你到底爱的是多几个？难题。谁和的你知道吗？是远在天边，近在那一边。哇，庄慧茹老师，对，哇，其实嘉乐哈是茄乐还嘉乐？嘉乐啊，嘉乐，很多人念错了，茄勒这样。茄勒，茄勒，应该不娘。不娘哦，那么特别。本来是做国语专辑的嘛。对，一开始是做比较多创作，都是国语比较多，然后我在演出是唱国语跟英文的歌，对。哦，就在怕不唱歌。我有一个问题，你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问题？你是客家人吗？我是客家人，对我妈妈那边是，我本身是永梅的客家人。永梅哦。因为看到这个名字有一点，好像是新疆还是西藏？又是那个少数民族的游牧民族嘉乐这样。嘉乐，但其实这名字是那个圣经里面一个人物了。哦。对，基督教的。我还以为你是航海王刚回来。航海王。对，嘉乐迪。哦。哦。这个这放在这边不太适合。不太适合。哦，那这就跳过吧。没关系，我会交代他剪掉，我多付他250。年轻人的思维不一样，真的。是我们不够新。我们不够，对呀，人家这个对呀。斯里马塞。阿内啦，对吗？魔王。哦哟，今天麻烦你来，刚刚你有听到这位魔王唱？对对对，刚刚98分。想办法超越他，超越他一下，努力。今天就是魔王的 PK 战，来恐怖箱，对，这纯用力很足。第一位，李浩森，好的。好，有米粒，来欢迎来到舞台当中。哦，跟你讲，这2位也很厉害哦。我跟你讲，这一位来自台湾的歌王。歌王，来自马来西亚的歌后，厉害，歌王歌后。今天带了马盖狗。今本应该传给是刘兆奇老师的《愿化作你肩上的一双》。安娜美玲呢？今天带来罗老师的《背影》。哦，我喜欢的歌。是哦，我背影好看啊。帅，是我了。罗老师，罗国立老师。我今天带来是我新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叫做《来去南哈》，来去南客。哎，对，腾空啦，来，哎。
双儿送伊，披衣到天涯海角永相随，用爱的真心，愿意最惨的心，烟花中遇见双儿送伊，风尘应该两心永不分离，用爱的友情束缚你一世一生意。烟花中遇见双儿送伊，披衣到天涯海角永相随，用爱的真心，愿意最惨的心。烟花中遇见双儿送伊，风尘应该两心永不分离，用爱的友情束缚你一世一生意。快爱敷衍了你，快爱懵懵词不达意，常会无语。双眼给心。希望你会记得。
管是见有几多强悍，错行车来到南偏自由和自在，也手给熬夜打擂台，客家文化故事比你上嘅精彩。家动练不太了，胸腔之饱满，注定为部落嘅头。终于发现留笔祖先嘅公仔，南风客家随意出发，将伊的胸卡踏上胸来去南卡，随着热情的步伐，流对文化，传承客家历史生活的对话，家庭人来，你们其他的正在汹涌，爱的能否后心客家。品尝你的自在生活，做给南海。不管是见有几多强悍，从家车来到南偏自由和自在，也出给屏东好所在。把故事比你上嘅精彩，家动练不太了，胸腔之饱满，注定为部落嘅头。终于发现留笔祖先嘅公仔，南风客家随意出发，将伊的胸卡踏上胸来去南卡。随着热情的步伐，流对文化，传承客家历史生活的对话。夏天的来，你我其他的冲浪汹涌，爱你能否后心客家，品尝你的自在生活，做给南卡，来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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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卡，爱你能否后心客家耶。来去南卡，随着热情的步伐，流对文化，传承客家历史生活的对话。夏天的来，你不其他的冲浪汹涌，爱你能否后心客家，品尝你的自在生活，爱你能否后心客家，品尝你的自在生活，爱你能否。后心客家，品尝你的自在生活，送给南海。谢谢。哇哦！哇，太棒太棒了！这个金曲奖怎么会丘陵得到呢？又都在那了。对啊，怎么办？怎么会气成这样子呢？是嘛？还不会唱呀，那客家字体的，对吧？嘿呀。哦，刚刚还有改点歌词，还把我们闹热打擂台搞到放进去，对不对？对，刚好有押韵到这样。是临时想的吗？对，我刚才在台下想的啦。哦，好有心哦，觉得他们搭的，真的好有心哦。这个金曲奖怎么会这样？对呀，你刚明明现场唱的，就不用 CD 用的。哦，谢谢，超好听的，太厉害了。我们当歌手的，就是能够像这样子就屌了，模范，就厉害了。是啊，真的是魔王。我要加油一下，好吧？好，来，阿的冲退了，好，奖评了。许哲伟老师。这一场的 PK 非常的好看，我先谢谢嘉乐哈。虽然讲从罗泰国讲哎，其实当一个歌手，我觉得最棒的就是这样子了哦。即使没有得奖，但是他在我们心目中其实已经是金曲歌王了哈。不愧为我自己是 DJ 哈。其实嘉乐Andy 做在讲给客家版的林俊杰，你没有发现？是。他其实是非常棒的，这是我们 DJ 给他的封号。我也介绍过他的歌。也是行动 CD 版。对，行动 CD 版。希望伊虽然冇得奖，讲係希望还下那度的客家歌，好吗？希望你听得懂客语吗？我听得懂。可以哈，希望你大白转来。Andy 两位唱歌的本台给他，谢谢你今天的表现，我无话可说，因为我觉得
这就是卢阿哥讲的，就是行动 CD 嘛。我刚刚后来都把耳机拿下来了，因为我在欣赏一场很棒的演唱会，虽然只唱了一首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表演。你们本来你也唱出一张懂后的示范，好，什么意？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这个参赛者了哈。浩森，你上个礼拜我有当我上个礼拜吧，上次我有非常对我上次有非常严厉的就是跟你说你应该要改进的地方。当然，准备陷入数歌曲拍摄哦，因为尤兆琪老师的歌写得非常的好，而且第二首歌曲懂容演冲。相对的，我们说过你是资优生当中的资优生，你的分数我们对你的标准是非常不一样的。今天第二首歌曲我知道你有低，我觉得感情是很到位的。但是我觉得你一直都把你的技巧放在你的感情上，就是超过你的感情。譬如讲，懂得音准的问题，还有你创过一招很坏的习惯，你很多音你都用滑上去的，心中真情意跟真有冇？你自己要多了很多修饰音，然后滑上去有很多的原因，就是你状况不好，你想要偷懒，滑上去那个音其实太多了，还有你很多的唇齿音、扣能音你嘴型、嘴型的关系，你懂得的咬丝全部咬了了位，磨出咬太冲，冲起过来我唔知你的冲乜解。我有试着把耳机拿下来，我想要听听看你唱什么。当然麦克风的问题都有改进，这个是我觉得你一直没有办法把歌唱进歌里，感动到我们很多评审很重要的原因。那米林就喊他生气，因为两个人的歌型都一样，美玲就是大炮型的。这个歌其实不能大炮哎，这个背影是，但是你第一句有感动到我，爱落泪。可是你后来每一句你都用坦克的方式冲进来的时候，你到后面要做爱看得你的背影经行经验，经来经逝。这种感觉是不是有落差？你就会觉得这个歌是有表情的。可是你后来你每一首歌你都这样子的时候，它其实都没有表情了。我只觉得你在呐喊，这可能跟你唱歌的习惯有关系。所以我们已经进入到核心赛了，你要懂得怎么把歌做到细腻，好不好？回去我不知道谁会被淘汰，我也不知道其他老师分数怎么样。音乐是很主观的，我希望你们就你们的优点去改进一下。我希望你们更好，好吗？加油！谢谢老师。慧茹老师，好，是。今天我在听你唱歌的时候，好，那刚才这位老师有说你全部都放在这里，那我还要跟你说，其实我戴着耳机，我要是没有看歌词，他们真冲马盖。你知道这有一个问题，当你很多东西放在这里的时候，你的嘴唇又没有用力，我们不知道你唱什么。你可以有这样的音色，可是你的嘴唇要有一点用力，你的嘴唇有点力量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说什么。可是当你的嘴唇没有力量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你说什么。这样懂吗？唐也什么？那用功发去表现，让你能够明白。你有这个问题，你将来唱歌的时候，你的嘴唇要有一点力气，就算是唱。这个歌，你的嘴唇也要有力气。其实我们唱歌有很重要的肌肉，我们的肌肉身上的肌肉很重要。嘉乐唱歌，刚才那首歌这么的快哦，你看他的唇齿有多么的清楚。这个我觉得你改过，你能够调整，让你的嘴唇用一点力量，表现在歌曲上会更好。那美玲这首歌，波样其实很难唱。你要去了解这个歌的它的背景。那其实，这个歌是一个父亲，然后他看到的他的不管是父亲或母亲了哦，他看到的他的孩子啊这样子慢慢长大，然后去上学或者去哪里，然后他心里的那个感慨，所以他其实在跟自己说的那个对话。好，刚才哲伟老师举的那个例子很棒，你看哦，你一定要记得哦，你一定要记得，黑猫。你跟别人说不会说你一定要记得哦，你一定要记得，对不对？你要共发，你会说孩子，我跟你说，你一定要记得，你千万要记得一个再一个，好，这样才能够铺陈。好，谢谢老师。好，嘉乐没话说，你太棒了，真假音的转换，你的咬字的清楚度，那个力度、点度，没话说，太棒了，分数是不是要破表了？对。好，我们这个看一下分数。现在看李浩森的分数。
生意分加1個分啦，哈。再來看劉美玲的分數。我差多1分，没，暫時淘汰。哎，好，再來看我們的魔王。哎，永斌98了。啊，是。看你了。我大概應該低他一點了，97好了。你這個是氣死人嗎？嘉樂是信心的人呢，你要有信心。我就會超越哦，來看一下。小嘉樂的分數。哎呦，是嗎？謝謝老師。我以為他會100。對呀，我本來想說應該是100，因為接近完美了啊，心動 CD， 對，那個沒有給到25的，他嫉妒你。那恭喜你了哈，謝謝過關了，謝謝嘉樂啦，謝謝美玲。謝謝啊，謝謝嘉樂，謝謝。來，豆香嗓咪。回座休息，謝謝啊，謝謝。今天呢，我覺得非常的可惜，就以1分之差輸給了非常可敬的對手浩辰。那如果還有機會再回來這個鬧熱的舞台的話呢，我會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現這首歌，大家拭目以待嘍。民國97年一直到107年參加主動的天春日10年的時間，10年的時間，平板族、超級族、老三個對衝，還有3個自主全部拿冠軍。天然幾多傳統組嘅魔王踢冠賽，嚟，所以也踢冠賽啊，嗬，所以當然安尼參賽朋友嗬，也已經準備好些，嗬。好誒，好誒，好誒。但是好些。但咩有可能哦？誒，同安尼魔王踢咯，哦，所以大家加油啊咧，有可能哦。有可能啊，你創到好嘅話，咪有一種可能。而且我哋今批準備嘅魔王，千厲害，厲害，哇！特別準備嘅魔王這種，千點人講，對呀，專門準備嚟嚇人呢，做乜都魔王，對吧？一聽歌唱實力好，哦，上到當地人講，啊，上到魔王，啊，冇啦，唔會啦，上嘅請講，啊，來介紹下你評審欣賞嚟，李秋霞欣賞，常永平欣賞。曾民族欣賞 ，Chucky 嘅欣賞。哎呀，都馬上都有請啊啲魔王啦，嗬。好，在 TV 厲害咧，嚇！而對民國97年一直到107年參加主動嘅天春日，10年嘅時間，10年嘅時間，平板族、超級族、老3個對衝，還有3個自主全部拿冠軍，什麼都難不倒他。他一出去就是冠軍。有亞種人。有。哎哦。牽手。莫一刀。出去比賽就拿冠軍都錯嘅。嘿，錯，讓做得來做魔王。啊。啱過伊，日子的地位吼，就係無鬧人大擂台。哎，奇怪，所以我家當冇講有亞種人，係啊。就係有亞種人。對，哎亞種人難怪看唔起人家做節目。啊，唔係看唔起，係還冇機會。啊，冇幾邊啊，太唔多啦。啊，來唱下呢魔王嚟，魔上就魔上，希望人嘅上一上就打爛人嚟。哎呀，一鳴驚人。山歌了那唱了，秋開了傷啊。係。厲害。係。係厲害。係。係。哇，難怪冠軍歌手啦，嚇。對，俺哋歡迎俺哋拿過8屆天春日冠軍嘅冠軍歌手出場。歡迎俺哋嘅魔王劉思柔。睡覺之後。
大家好，我是刘水桥，糖爱唱歌用手提，冠军歌手唔是按简单哦。第二下，唔糖爱拉两支分也得糖，主导爱个人啊，唔好按紧张哦，爱上细糖。加个按到个田村一的比赛，按哪个按到冠军？按会唱冠军真的有很世界的变化嘞。啊，从天师冲本太加糖做么？哦，田村一有机会啦。虽然讲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现在客家嘅非常重要的比赛赛事哈。对。但是俺呀，客家天师台属于天师台比赛嘛，可能有行得多。啊，全世界人也在看咱的节目咧，所以关于来教下咧。好啦，好啦，有机会啦。好啦，他就抽出2位嘅参赛朋友，哦，就看运气了。有6位嘅参赛朋友，我也唔知我咪我本佢出道哦，好嘛？来，恐怖箱拿出来。哦，多恐怖咧！先出 TV。先出 TV。来，哈。我们最可爱的。哎呦哈，长得跟白冰冰一样高的蔡玉娇，哦，蔡玉娇，好，再麻烦主个一点，好嘞。好，哎呀，带到个新作嘅片咧哈，用风琴唱将级。哦，来，欢迎2位来到舞台当中。跟谁一起？啊，没关系啦。两班，两个有说是哎。有麦克风，有麦克风，我用啥有演？有同学送拜马黑嘞，送拜马出道赢。PK 啊哈。送2礼拜嘅 PK 赛呀。也系出道。两个出道啊，送2礼拜慢赢输。爱输。唔输。所以你那边纠正来就错嘿。啊，纠正来也拜。还有独斗机。也拜魔王你出道两个。嘿，有演。按有演哦。按尾出啊，魔王。黑美按有演。魔王按尾球啊，按尾球啊。对对，跟命。冲落去就敌了。命中注定啦。哎，注定了，再落一拜，你们是机会。再来变一拜啊！哈，同学下摆没有互相竞争啊。嘿，唔怕。哎，种提个美的实力较好，对吗？错。嘿，来，安尼。小可爱。小可爱。老可爱，老可爱，老可爱，从哪个爱？从寿香包。寿香包啊，哈，你呢？我唱三国志。三国志，啊呢？三国志。好，来弹一下3条或弹歌曲来。
是平头啊。走走了好马去啊，满输了几马，输给野马看啊，就无了了事嘛。放空了尘马可，强强看尘烟呐，晚上风马梦醒了的马。上台了难啊难啊，山落了中啊，台下见了心啊，记下了东啊。接接了人啊人啊，回来了事呐，不由暗了伤啊，也迷了梦啊。哎呦，真的模仿就模仿，哎呦，这弹的很舒服哦，这样的动轻松啊嘞。谢谢啦。哎呀，这是很有味道哈，真的真的是的，真的。好想要每个礼拜都听到他的声音哦。哦，真的哦，真的真的。他一般来讲来啦。嗯，非常欢迎，非常欢迎，真的。嘿嘿，啊，两位听到安尼模仿创有学到嘛？有，不要嚇到嘅，我就嚇到啊自己準嘅，嚇嘅唔會睇，嚇嘅自己準啊，自己準啊。好了，三米上台咧哈，还是唱欣赏的公平啊咧。秋霞老師請。啊，玉嘅字吼，我演這是以後，唔過咁你咁講，可能多少有壓力，所以你大件咩事情，你多少會後難有，會卡卡，啊個人要實力哈。這是首一首香包，米嘞米索哇好聽，你是唱到米索香包，昂就行硬嘅潤，紅呀。香包娘，你話好聽嚇，
10年的10事啊，堂都唔感觉10，无做多少就无合起来，系救人社會上係根本後年要做出來啦，嚇。好，那還有吼，個人嘅所在是多少別人嘅，嚇，我請大上嚇。啊，風琴吼，在三國志唱嘅方式，人哋慢慢強咯。啊，當然人自家寫歌詞也意強，唔過我希望他會起冇按歌，唔會更加好表現，嚇。還有第一句就風起冇好。就我一行那愛去呀，我感覺就聽見行那愛去呀，我咪轉呢，咪好好彈，咪去呀，感覺去就會感覺怪怪哈。走了行那去呀，還有無聊時個人多少要學實力掉嚟哈，忘心機感覺有多少。來人，不過表現咁樣還不錯。啊，水橋佢唔是講嘅啦，哦，做阿鳳劉慧娟嗬，非常嘅謙爽，音質真好嗬，咁樣表現非常好，加油！好，謝謝啊，這個看一下3位分數了哈。現在看參與給我分數。好嘞。11分，哦，上禮拜一樣哦，哈，下禮拜看一下咯，嘿。用風琴的分數。好嚟，17分。這個風水輪流轉啊，一樣嘅哦，以下嘅按多分過來哦。對。謝謝。哇，咁每樣分數比魔王還要高啊，哈。有可能是哦，有可能是哦，魔王流水給我分數。這位魔王，97分啦，什麼欣賞？對，哇，真係今天非常多謝有請到安徽唱嘅魔王嚟啊！關鍵係有限時間豐富安尼節目啦，吼，安尼節目個較好看到嘅吼，哎呀來比下嚟，好嘛？讓前時嘅。大天花哦，大天花。十分歡迎啊！好啦，3位多謝，謝謝3位嘅大好坐，係安子師，謝謝。大家好，我係陳玉嬌，禮拜來參加魔王賽，唱小調、小香包，甚至冇當理想，也希望批選線上讓我祈禱，希望我係擺有機會嗰度進來演唱俾大家聽，希望大家。下來也俾魔王嘛參加青島歌唱比賽，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田春義啦。哦，又係田春義。啊，又係田春義啦，平板珠、三國珠全部拿冠軍的啦，也是一個冠軍歌后。哦，好像也是得了8個冠軍係嘛？哦，唔係啦，唔係啦，也係條分418客家文化節三國比賽，又有冠軍哦，都是冠軍呢，哦。啊，來唱啊，那個魔王來一鳴驚人一下哈。好，魔王請。客家山歌，莫來刁難。來，歡迎魔王出場，來。大家好，我係詹韻蘭，唱歌比賽冇人改，不愛唱到選帥。今日來做魔王，唔到就會好好唱我，因為我絕對唔會變水，也絕對會讓唔到拖台車。他講前幾年有去學嘅乜個詞曲創作。哦，我有印象。你有作詞作曲對不對？哎呦，很強。剛好4年前哈，一個因緣際會啊，屬實該台灣該著作權的協會啊，是音樂協會，我是去上課啦。哦，啊上入去，嗰位是講做嘅時間寫一隻嗰種嘅歌詞哈，叫佢人修正，所以百年是當順利出2首歌啦。哦，真係啊，合集是啥個呀？係合集。啊，你唔會寫好一條歌嘅啊？嘅片嘅年團改98%，
哎呀，说伢下过。冇啦，主要係寫我是個吼，個性當隨和，我是想啊，後生多咯，哎我個性吼，我生發是當幸福，我寫出來。是是是，當輕鬆啦，去做嘅譜咪當輕鬆。哦，哎呀，屬狗係上台跳嗎？唔係，流行嘅。哦，流行歌好流行的。根本就是唱唔到，唱一條歌。我就在清唱哦。哦，清唱啊，來，清唱。一下冇你。誒，好。做得啦。我唱老師乜嘅和弦本嘛？乜嘅 key 啊？愛係一個單純嘅人，人過嘅期望唔敢對峙，平凡心內航踏人生路，昂昂堅持一模樣子。人國嘅理想老期望，半路會講錯嗎？會跳長度嗎？乜嘅？嚇？你講乜嘅？唱錯冇啊？所以唱太多了，耽誤時間。個唱錯愛會剪嘅。應該做個重述來。好嘞，是夢是夢。好，單純給你追啊，單純給你。所以要發表歌就唱嘅嚇。有啊，有應該先收費發表歌嘅。誒，希望嘅嘅節目到時啊，有安尼參水朋友嚟唱一條歌嘅。好啊。對，安尼今日麻煩魔王再儲出兩位參水朋友。係，做得。好，嚟恐怖箱拿出嚟嚟。恐怖箱。好嘞，TVB 出道嘅陳建基，有真嚟，你冇喎，TVB，放棄，哎呦，有乜嘅願意啊？唔係啊，亦不管出道嘛，你都話你啊。嚟，哎呀，傅大哥，兩三攏做拍攝咧。對，好，來，馬上嚟彈歌嘅。好。跟幾個？我唱乜嘅？係唱洛神歌。唱三個字。冇啊。唱平板。好，嚟彈一下哦。有限時間。一鳴驚人一下嚟。愛唱了山那歌啊。聲音有變冇？邊是冇乜嘅邊啊，可能身材有邊啊。强年啊，多出场春生。九强18條啦，
四季八节。机会啊，应流长呐。魔王哦，佢叫創作嘅嗓子嚇到人，真係。要喎。所以難怪要做魔王，對嗎？係咩？好糖啊！人見你嘛有可能會做魔王嘅，我一見見你行得出嚟就呼風氣。即係定個醫生。阿苗哥，你要下隻扮假擺種哦。哦，差唔多。定個醫生嘢冇需要創。哇，我很老嘅。係要需要創啊。 80人歲咁有辦法？要啊。哦，要喎。我個頭擺一個父親真84歲。哦，還有一邊人都乜嘅。
啊，甜歌哦，甜算加甜，算加甜。唔係阿甜北70人嘅嘛？係啊，80人啊。 80人犀利。哦，哎呀，所以還冇問題，冇問題哦。但係今日條冇小可愛啦，哦，哦，冇啦，冇啦，冇啦。唔好人過起中。冇啦，誒，台中都頒獎本，你以愛咁小可，唔記得講嘛，玩笑。啊，一個天氣衝唔衝啊？一個天氣也會來進來啊。你說唔錯啊？啊，沒有再落一個一百。跟沒錯唔對，跟人都 freestyle。好啦，嚟安尼嚟看一下呢。看公平哈。公平公平。參高總。今日也個陳建基創也洛杉磯吼，有實施嘅建議哈。可比個嘅客家文化嘅隻花師吼，佢想要做嘅也個安尼個也個生前吼，要做要得個歌頭，唱歌頭，係啦。要做了以後，但是要得個唱歌頭啦，喺莫按歌頭吼，要較好啲嘅嚇。另外，可比講唱佢唱，希望青年多出唱，嗰隻唱詩哦，唱得真好。最近呢也個很多詩章強言，佢要唱到嚇四季八節韻流長，嗰隻韻是包括唱嗰個流長嘅長詩嗬，因為咁樣就聽落又拉長，到面向唔使希望冇乜嘅意照，嚇。點會行到依啲愛學弄咧？就等於講，你啊洛杉磯嗬，你有個本基本來簽好，而冇就講一天來4隻詩，一2隻詩，古上係教我講，有個生前、死前全部安排嚟，要拉。哦，要做到，故所基本上咧，基本上嚟講，係咧非常嘅好。天副先生嗬，唔加，當然有可能係江山啦嗬。其實唔是江山了，因為創唔創，係冇因為創唔創，三國志按嚟創作的了。哦，冇人講做唔得呢，唔加按嚟創。你其他因為講先生教我可能唔咩安尼，但是咱哋創出來並冇離譜，你唔相信，喺擺佢播出來糖嘅時間，創糖到創嘢有得會偏奏樣嘅，但是佢還是做得，哦，冇講唔錯，我記得啦嚇。不過要喺埋來要機會來創，記得嗬，冇用。喺呢排要機會來創。當多東西莫用惡啦，嗬。像面向3萬也用惡安尼吼，就較唔好啦吼。對於魔王來講，我非常認同你所有嘅創嘅東西。也個上也清楚，盡量韻腳也有做到。不如講啊，係你有個建議啦吼，要到慶韻嘅時節吼，既然每天係用溜，每天特色詩都愛溜啦，3日溜。3日就3日嘛，後馬時又要見到個溜，創3溜個，創3個就創3個，溜多嘢啦。哦，但是你創得當好啊哈，冇問題，加油。好，希望先生。仔細啊，仔細。好，嚟看一下咯，分數。先來看陳建基嘅分數。嚟。96分哦，96分誒，老有幾啊？按上禮拜多分？上禮拜92啦，92。按唔感覺日禮拜會多？差唔多90。差唔多90噃，啊，可能係咩90咯？副防嘅分數。哦，係咪分？按厲害咯！90分也做得啦嚇，係啊，恭喜恭喜，我團魔王啊嘛。團一下魔王，知道幾多拿對多分？98分。98啊！你唱到以後啊？哦，你說佢98分。好，嚟看一下。魔王陳遠蘭的分數。大家咩團唱97？係啊，差唔多啦。差唔多啦。佢啲人嘅心目中98分。係啦。係，
吼，安尼。你的衣服要比啦。安尼去变89。抹茶啊。差很多咯。恭喜你，恭喜，嘿，恭喜哈！恭喜你哦！希望也个生意越来越好，吼，安子生。大丰年好经验。好，安子生，安子生，好，多谢三位，谢谢，谢谢，那个富翁去礼拜转来参加老年大擂台，成绩无甚理想，希望下回搁多转来时间，多得唱歌较好，什么太感。撒下来也比啊。哎呦，全部拿出来嘛，迄冠军呢，也去就来比讲老年大擂台，第3季传统组的第2名。哎呦，第1季就来啦。伊第个年度的传统组得到第3名，其他的歌唱比赛大大小小的全部都拿冠军。佢第3名的演员嘛，你话？你还记得？唔记得歌词。哟。迄无其这冠军的啊。哎呦！佢七家个歌词填标的，看我卢卡金的带，冇带出来。今日做魔王我带出来哦，冇漏开哦。好，安尼来唱安尼魔王来一鸣惊人下来。爱唱了山那歌啊，莫讲了来笑哦，哎呦，我要不要给他吊上去？声音有变吗？编是无乜个编啊，可能身材有编的吧。啱啲，来，欢迎魔王出场。欢迎魔王跳舞耶！哎，两位主持人哦，大家好，我是叶明叶。参赛的朋友，大家看到我的时间唔是讲哦，因为啊讲也无好嘞。下次啊，哎呀，练好再过来比赛，加油！安叫冇看到人哋無限白嘅。安叫咩？狗。有啊，那你安叫咩？有去比賽啊？有去比賽啊？有啊。田传义係咩？田传義去比羅山歌啊，拿到冠軍啊。哦。啊，6月份的時間，我有嗰種嘅我嘅用嘅錄音會啊，哈，我去代表佢去，我又拿了冠軍。哎呦，該吼唱嗰種國台課嘅了。國台課日哦，跟冇幾好比了嘅。係哦。哦，跟我上咗啲嘅，一下就唱啊去出人嘅了。你這個你要啲啊？你唱啊去出人嘅。係啦。很粗鄙哦。唔係啦，嗰條牛絲無爭啦。牛絲無爭。哦，所以唔唱客家，啊，有等於唱好耐啊你。係好耐嘅老國語嘅老日本歌嘅。結果人家轉嚟客家嚟復啲名。係啊。哎呦，唔強咯，哎呦，咁冇簡單咧。今日有唱來就錯嘅啦，對冇？哎呀，來，今日存2位，哈，沒有出一下，出可能是蠻先衝。給恐怖箱拿出來嘞，好，來出一下。對，中間出。好。TV 嘛你。TV，好來范奎祥，來。好，黃曲基唱2位來到舞台當中。大家好，2位有說詩嘛？冇說詩啊，來到節目當說詩啊。當然是咧，當然是哈。啊，你有聽過有魔王的名堂嗎？有誒，有啊。是聽過幾場啊？老輩比賽有讀過。有讀過啊？係咪？哦，安尼佢按強對嗎？我們要遇強則強。對，好不好？不要怕他。對，好不好？加油！加油！好，你唱乜嘅歌？平板。平板，那你咧？三個字。啊你咧？羅山歌。哎呦，好重要嘅人彈過來哦。
起。嘿嘿，抹边呢？抹边哈，抹边没有，空压会抹边呐，上抹边呐。对啦对，哎，对嘞，空压这个讲你边上抹边呐。没有，老冯姑讲的啦。我给懂，痴心呐。哎，人如果有痴心的，不能做安尼，对嘛？吼，痴心人怎么欢喜嘛？嘿，人一边一后上呐，边后上。创作很好，欣赏唔点咩？我用版的评论啊。哎呦，谈一下了哟。来，谈一下。明珠老师，啊，开腔小子十分紧张，你要唱的时间，你戏要调润来，唱出来的歌声让我润先，系。哈，人弹的人嘛会知道，一顺哦，哈，非常的好。但是你一下踢脱到本人一弹是第一讲你紧张嘞，所以你要注意哦，迄3年比下去啊，哈，所以你要用本人想办法来解开你自家紧张的，各种的一种心理的障碍，让你发出这个行下去啦，再来就是王曲基小子，曲基可能舞台上的经验真多咧，所以呢，唱歌的表情真自然，是自己的夏天西瓜没西瓜，系西瓜，西瓜，还有天气的春冬人间百花，没百花。百花香嘛，大家讲百花香，花开，安樣嘢冇百花，安樣嘢，中秋明月，嗰個秋咩咁樣，嗰個念詩嘅時節，我貼脫下安樣嘢，所以你這個那個寒冬啊，天氣嘅詩貼配咗個字嘛，冇章安樣嘢啦，寒冬，咩寒冬係寒冬，係啊，中秋咩中秋。今日唔啲就壓力啊嘛，老平常嘅表現就小可嘅細查到，係你愛加油，模仿冇問題，人生來講要定人寫，要人人，佢上唱下出來是，非常嘅響亮，喊擺就機會呢，喊有本搶食飯，好，韓子先，這個加油哈，來，謝老師。TV 培養小子哈，色彩你就會完全自家本自家壓力十分大，壓力一睇落去，你該允許來唱一個歌比平順的地方，冇辦法當順的，所以當明顯你佢唱出來時間就有樣情況啊哈。當然明康佢為人處事嘅道理，咪同樣有情形，所以喺擺自家要必須時間。自家情緒啊，還要控制好勢來，心情要控制好啦，也相當重要嚇。再過來人家嘅王曲基小子哈，其實我因為講，你也有當多經驗嘅，但是呢，你準備創一首歌嘅，在咬字部分一定要去度加油，不妨去度彈可能一種歌一樣嘅咬字上完全係正確，所以小歌一系列啦，所以講中秋鬧中秋，叫冇同樣。一系列的呢，但是唐戲都當明顯的，尤其係三國志的唱法，之前呢莫忘記就唔是講嘅，那就必須拿個原作嘅，尤其佢都一帶一台燈落去睇嗰啲亮嘅，一堂都唔去唱歌嘅，要行下現場，好啲佢亮嘅現場，現場嘅方係上佢亮嘅，可能分數要係冇用樣，好啦，繼續嚇，大家再加油嚇，謝謝，可以下分數嚟，先來看范奎強嘅分數。叫聲呢個咩好咧？係啊，嚟另外一位係。曲基子嘅分數。
这样都一分的，你分数没好呢嘛，你呢？哦，真的。我来看呢，请等一下，请后上映请好的1名的分数。好嘞。粉丝都猛样哈！今天有冠军呢。对啊，哦，今天我算啊。哦好好。诶，比给用个比，嘿，叫做做示范的对吧？嘿。莫一吹，我跟你讲啊，冠军。基本上做冠军过后啊，啊恭喜哦！啊，沈梦先生，签字淘汰啦，哦，签字淘汰哈。哎呀，多谢三位啊，来这边当中坐哦，好，谢谢。大家好，我係范奎香。今日嘅評審先生講愛強緊張咧，人嘅愛係有機會多咗，來愛唔愛按緊張咧，來唱歌本台即個彈。魔王 PK 賽已經結束咯，結束，嘿，所以好唱歌嘅朋友哈。希望有得積極度報名哦！哦。還有報名專線09193883988，還有純正天花哦，022777823耶！哦，等下在度報名哈！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我哋，咁多謝辛苦嘅評審員張安子姐。是夢唐生仔，歡迎我們的莫博，是夢小飄。謝謝老師們，謝謝。還有我們工作同仁們，大家也非常的辛苦哈，辛苦各位了。希望下禮拜我們今天會準時出來呢，老年大禮拜，老年中下來，拜拜。